由后学来学习导读。恭诵《太上清净经》第1遍。老君曰：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情，运行日月；大道无名，长养万物。吾不知其名，强名曰道。夫道者，有清有浊，有动有静。天清地浊，天动地静；男清女浊，男动女静。降本流末，而生万物。清者浊之源，动者静之基。人人常清静，天地悉皆归。夫人神好清而心恼之，人心好静而欲迁之。常人犬其欲，而心自静；诚其心，而神自清。自然六义不生，三毒消灭。所以不能者，为心未成，意未前略。人犬之者，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；外观其形，形无其形。远观其物，物无其物。三者即无，唯见于空。观空亦空，空无守空。守空即无，无无亦无，无无即无。湛然常寂，寂无守寂，欲取人生。欲聚不生，即是真静。真常应物，真常德性，常应常静，常清净。如此清净，渐入真道。即入真道，名为得道。虽名得道，实无所得。为化众生，名为得道。人悟之者，可传圣道。太上老君曰：上士无争，下士好争。上德不德，下德直德。直轴之者，不明道德。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，未有妄心。既有妄心，即精其神。既精其神，即轴万物。既轴万物，即生贪求。既生贪求，即是烦恼。烦恼妄想有苦身心，便遭浊辱，流浪生死，常成苦海，永失真道。真常之道，悟者至得，得悟道者常清净矣。恭诵《太上清净经》第2遍。老君曰：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情，运行日月；大道无名，长养万物。吾不知其名，强名曰道。夫道者，有清有浊，有动有静。天清地浊，天动地静。男清女浊，男动女静。降本流末，而生万物。清者浊之源，动者静之基。人人常清净，天地悉皆归。夫人神好清而心恼之，人心好静而欲迁之。常人犬其欲，而心自静；诚其心，而神自清。自然六义不生，三毒消灭。所以不能者，为心未成，意未前远。人浅知者，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；外观其形，形无其形。远观其物，物无其物。三者既无，唯见于空。观空亦空，空无守空。守空即无，无无亦无。无无即无，湛然常寂。既无守寂，欲起人生。欲聚不生，是真静。真常应物，真常德性，常应常静，常清净。如此清净，渐入真道。
即入真道，名为得道。追名得道15守德，为化众生，名为得道。人物知者，可传圣道。太上老君曰：上士无争，下士好争。上德不德，下德直德。直轴知者不能不明道德。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，未有妄心。既有妄心，即精其神。既精其神，即轴万物。既轴万物，即生贪求。既生贪求，即是烦恼。烦恼妄想有苦身心，便遭着辱，流浪生死，常成苦海，永失真道。真常之道，悟者至得，得悟道者常清净语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1页。佛说弥勒救苦经。弥勒下士不非轻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运正考山胜。落在中原山心地，大正四川黄毫金。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间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。天发老母垂义县，收元显化在浦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本源古彻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今年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山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多下士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军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不救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造曲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气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软斗山羊弥勒尊。佛皇赐命地下生，收服蓝颜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元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里常持念，觉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1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。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
修持劫内行路径，念取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。叩在口上，叩是口叩，6叩7叩8叩9叩10叩手。爱祥祈福，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训士训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训士林梨香，训女洪诗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月会菩萨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世所至岛，圣慈昭阁采纳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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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后学经文学习导读到这里结束，谢谢诗婷为我们开会议室，各位点燃师、各位领人、各位组长、这位前贤大德，大家晚安，再见喽，夜梦吉祥，再见，谢谢您，读得很棒哦，梨香姐姐帮我们诵读导读。也谢谢各位全贤，还有各位点传师李任，还有全贤大德一起诵经，晚安。晚安。经理晚安，黄经理晚安。晚安很优秀，全贤晚安，感恩啊。大老师晚安。很优秀，全贤晚安，感恩。各位点传师慈悲，感恩。红坛主慈悲，感恩。感恩护签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副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